你好，我叫 Sharon，係 Murphy Batista 事務律師樓嘅行政助理。我今日好有榮幸同 Mr. Cameron 做訪問。Mr. Cameron 你好，你介唔介意按廣東話同你做訪問？冇問題，但係你要應承我，你唔會講太快啲啦，同埋唔會講太複雜。OK， 好啊，應。咁你好，金文律師，乜嘢啟發到你去學廣東話嘅咧？喺1991年，我喺溫哥華警察做工嗰陣時，警方派我去唐人街嘅地區，所以我對住己諗，如果我喺嗰度做工啦，大多數啲居民佢唔識講英文，所以我應該試下我學少少廣東話，同佢哋溝通。咁你點開始去學廣東話嘅咧？因為廣東話好複雜㗎。係啊，好複雜，我知道。鬼咁複雜。初我喺 UBC 揾到一個好根本、好初級嘅 basic 嘅課程，所以我每個星期會上一次堂，跟住我會返唐人街同嗰啲居民、嗰啲鋪頭主人、嗰啲企台練習講，同埋佢好有耐性，佢哋鼓勵我咁樣做。咁你喺邊度出世同埋喺邊度長大嘅咧？我喺溫哥華出世，同埋喺溫哥華長大。咁我知道你之前有做過警察，咁你做咗警察幾耐咧？我做警察做咗差唔多12年。10年。咁你有冇去過香港？有，喺1993年，我有一個好特別嘅機會，我同香港警察讀一個特別嘅課程，叫做香港警察幫辦中級廣東話嘅課程。咁你喺香港嘅時候，你係住喺邊度？我住喺警察學校，喺黃竹坑。你喺香港度住過幾耐？住咗3個月。咁我知道你係由香港翻嚟溫哥華，咁繼續喺唐人街做警察，係冇錯。咁你讀緊大學嘅時候，係咪仲係做緊警察呢份工？係啊，我繼續做警察，但係因為讀法律好辛苦啊，所以我冇辦法做全職警察，所以我做啦 part time 啊。喺週末我會去唐人街巡邏。之前你喺香港讀書，再有冇翻過去香港咧？係啊，喺1997年我都有機會翻返香港。嗰陣時我喺香港大學讀法律1個學期，同埋嗰陣我都有機會參加香港公務員高級廣東話嘅課程。你有冇去過香港旅遊？係啊，係今年同埋9年我翻去香港。咁你喺香港做到啲乜嘢？我中意做嗰啲遊客中意做嘅嘢，好似例如係乜嘢？係啊，例如旅行景點，同埋同朋友出去食飯。當然行公司買嘢 shopping， 同埋探朋友，同埋探嗰個警察學校。咁你最中意嘅食物係乜嘢咧？飲茶。咁你最中意啲點心係乜嘢？最中意啲點心，其實老實講係我中意嗰啲鬼佬中意食啲嘢，好似蝦餃、燒賣、糯米雞、小籠包等等。同埋我最中意係鬼佬肉。咕嚕肉。咁我知道你之前係警察，而家係一名好成功嘅律師。你幾時被獲認為律師嘅咧？1999年，其實到而家做律師。咁如果有任何查詢，可以點聯絡你啊？任何查詢你可以打電話俾604-681-8888，或者你可以Google 搜索 John Cameron Lawyer。Okay, well,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ime today, Mr. Cameron. It was a pleasure to do this interview with you. The pleasure is mine, and thank you for switching to English, because now I can probably be understood, unlike before. Thank you, Sharon. Thank you.